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合併多個表格，點先可以將幾個表格合併成一個？點選最左上角嘅儲存格？係資料。合併會算。係參照位置分別選擇要合併嘅資料，按新增。之後剔咗頂端列同最左欄，再按確定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